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一杰，我是敏华。一杰，你今天下班之后有没有要干嘛呢？今天好像没什么事哎，干嘛？你要跟我约会吗？我超想跟你约会的，因为我发现有一个地方哦，哈班去呢，真的是非常棒，很好玩哦。哦，哈班呢就是下班哦，今天时间可以，不过我想先听听看你有什么计划呢？哦，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哦，它就是水上巴士了。你如果搭船呢，到水上呢，可以去吹吹风，真的好舒服哦。说到了船要怎么讲，知道吗？船呢就叫做 sonnet。呢就是船了，那其实尤其是在岭阿美哦，我们一起去搭船会觉得很棒哦，因为可以看看夕阳，也可以看看夜景，真的是好美哦。哦，你刚刚讲的岭阿美呢，其实就是傍晚的意思。你这样子的规划，我有兴趣，很不错吧？那如果说呢，我们要邀请大家哦，下班后一起去搭船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下班後窮下去坐船呢。下班後窮下去坐船呢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带大家下班好好放松一下。哇，好棒哎！凯西，你不觉得吗？下班来这边坐船呢，真的是很舒服哈。尤其是这个时间啊，岭阿美啊，会觉得哇，有夕阳，有美景，超棒的。像这个岭阿美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夕阳，然后如果夜景的时候，桥的部分还有光雕哎。对啊，应该可以看到夜景吧？我觉得岭阿美有一种美，然后入夜之后，夜景又有另外一种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哈班啊，来这边搭船呢，真的超棒的啦。对啊，这风吹起来好舒服哦，可以洗去一天的疲惫。哇，其实搭船看夕阳，你也太浪漫、太有情调了吧！超级美的，我那一天呢，整个人身心放松，好舒服哦。我相信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刚刚提到了，就是下班，很多人都想下班，对不对？赶快教大家下班怎么说呢？下班就是哈班，哈班就是下班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要教大家就是搭船的船要怎么讲呢？船就是 sonnet 就是船了。那如果说傍晚搭船最美了，傍晚要怎么说呢？岭阿美就是傍晚了。那如果我们要邀请大家下班后一起去搭船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下班後窮下去坐船呢。下班後窮下去坐船呢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，我们也想下班了，先到这边为止，拜拜，拜拜。